農福會聽障青年發展基金嘅資助，農福會喺2025年12月組織咗一次為期5日4夜嘅台灣交流團，26名唔同聽障光譜、唔同年齡層嘅聽障青年分為6組，加上1名義務手語傳譯員、2名社工同埋1位職員前往台灣實地考察同埋交流。我哋邀請咗幾名參加者分享佢哋嘅所見所聞。我叫森美，而家係 VTC 修讀甜品課程。我左耳深度聽障，右耳係中度。我冇去過台灣，好想認識新朋友，想四處遊覽同埋去食嘢，想睇睇台灣嘅高樓大廈、歷史同埋建築物等等。交流團安排咗唔少行程，總共探訪咗4個當地聽障服務機構以及台灣公共電視台。其中森美最難忘嘅係第3日參觀嘅體操協會。最難忘嘅係我哋教到台灣嘅聽障朋友做手工藝。我哋帶咗香港嘅檸檬茶過去，送俾佢哋。佢哋都準備咗糖水俾我哋食。我喺旅遊巴上覺得好開心、好有趣，因為有參加者唱歌。雖然我聽唔到，但係有手語傳譯義工，佢哋會傳譯俾我。我覺得幾有趣嘅事有幾樣嘅。第一樣又係我哋研究呢個超級市場嘅一啲名啦。咁原來有唔同嘅打法㗎喎。例如呢，有啲人會打全家咁樣，有啲人就會全家咁樣，所以會有少少唔同咯。所以我覺得手語一個單詞原來有咁多唔同嘅變化。我第一次喺台灣發生呢個地震啦，之後我就好驚啦，之後我即刻出門口見到大家都喺度踎喺地下，用自己嘅方法去保護自己，之後好開心同大家一齊度過呢一個難關咯。旅程完結之後，佢哋喺3月舉行咗分享會，細說喺台灣嘅所見所聞。5日嘅旅程為參加者帶嚟意義非凡嘅珍貴體會。相信交流團即使完結，都唔係佢哋嘅終點，而係成長嘅起點。